7當中有個民間團體所發起的跨年考前祈福的活動，主要希望透過莊嚴佮悠揚的鐘聲，為跨年夜帶來祝福，甲着內心的安定。7當來佇個政府公部門的加入，活動一檔比一檔盛大。今年更加吸引全市各區上百間的宗教團體來加入。咱這個活動其實是7當前發起的啦，吼，行到今年已經第7年啊。哦，啊，一廟，吼，也是講一個宗教，一個表演的舞台，就是希望吼，咱所有咱附近攏會當就近佇咱的37區，吼，就近的宗教團體攏會當參與咱跨年祈福的這個活動。慢慢，咱把這個跨年的舞台，慢慢借由咱這個地方的宗教團體、地方信仰，吼，把舞台啦彈開，變成市內，也是咱一寡偏鄉，有哪攏會有一廟埕一舞台。哦，咱到即馬，咱這個跨年的舞台，有哪一定會當遍布咱這個規大安市37區。主辦單位透過活動宣傳記者會，包括市長黃偉哲、民政局長蔣靈煌，以及儕間的宗教團體，甲着民意代表，攏共同出席。而台灣府城隍廟嘛，請出100年歷史的古鎮，為活動來揭開序幕。第一項祝台南風調雨順。好，第二項準備，才開始。第二項祝台灣國泰民安。好，準備第三項哦，才開始。第三項古鎮國福壇平安順心蘇州轉，感謝大家。這粒迄個道光8年的，道光8年的在西元1828，吼，在197當啊。我想會當用這個100年的鐘吼，來互這個參與的民眾會當來共享吼，來帶來好運啦吼。為咱的城市來祈福，為咱的社會來祈福，為咱的家庭來祈福，為咱個人來祈福。嘛是要為咱的國家來祈福，所以呢，咱借着這個時陣，佇主席的時陣嘛，主席的時陣11點吼，主席的時陣來考證吼，做陣接着這樣來報平安，啊，甲大家希望大家攏快快樂樂、平平順順吼。今年的台南跨年考證祈福的活動，將佇個12月31半暝11點15分，也就是主時一刻，要佇個全市各區公布來考證。透過全市各區宗教場合的串聯，和市區甲的偏鄉公布來迎新，迎接新一檔的希望甲的祝福。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。